Taste of fat. 頭30大成交股票由大至小以成交排列，最大成交股票排最下。今日上升有15隻，下跌有15隻。如果再以收市升跌幅重新排列，最大升幅3隻股票分別係2656健康160，上升44.3%。1024快手上升9.4%。9888百度集團上升5.8%。如果將收市升跌幅改成沽空比率，再以沽空比率大小重新排列，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2628中國人壽，沽空比率41.5%。7709XL2南方海力士，沽空比率40.2%。37500德時代，沽空比率37.6%。5天1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213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02隻。10天2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77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53隻。20天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5隻。50天250天黃金和死亡交叉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7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3隻。5天10天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107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69隻。10天20天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9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31隻。連升或連跌3日股票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，連升3日股票有138隻，不過只會顯示最大升幅頭30隻股票。連跌3日股票有30隻。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12隻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9隻。平均線多頭空頭排列股票，出現平均線多頭排列有股票48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出現平均線空頭排列有股票19隻。MACD 日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日線強勢信號有股票3隻。MACD 日線弱勢信號有股票4隻。今日係交易週末，5周10周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90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3隻。10周20周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4隻。死亡交叉股票有26隻。5周10周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，黃金和死亡交叉嘅股票，黃金交叉股票有52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死亡交叉股票有13隻。本周最大升跌幅股票成交要喺1000萬以上。
本周最大升幅股票。本周最大跌幅股票。周線保力加通道收窄並突破股票，出現通道收窄並向上突破股票有44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30隻股票。通道收窄並向下突破股票有29隻。MACD 周線轉強或轉弱股票，出現 MACD 周線轉強信號有股票30隻，不過表格只會顯示最大成交頭20隻股票。MACD 周線轉弱信號有股票17隻。MACD 周線強勢或弱勢股票，出現 MACD 周線強勢信號有股票17隻。MACD 周線弱勢信號有股票2隻。Taste the Fed 第3部分股票表現已經完結，最後為港股通分析，會喺清晨2點前上線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